为了配合中央政府的5倍券，真侪县市政府都嘛话讲要来加钱，亲像高雄市是规个讲要来加1000块互民众。另外，电商相关的店头嘛拢做伙推出无共款的优待，有真侪业者拢是希望讲这市草变较好咧，加赚款钱，通好恢复正常营运。凤山黄埔新村内底，这个日本旧厝民宿真有特色。不过，这阵观光产业因为疫情受害严重，少年头家马友手头有2间民宿，这3个月拢无人来住。从5月的中旬开始就大退订，那我们因为也是配合政策，就全面的退房退钱给客人了。那一直到了昨天，也就是8月16号开始才有客人。唔那民宿、餐厅生意嘛，剩无到1成。这间店一直到顶礼拜休困日，店内才开始有人客，总算是等到解封。即马政府佮推出5倍券。凤山这业者赶紧做联名，有民宿、餐厅、文创等等22间店，要做伙合作。全部凤山的店家有一个联盟啦，人客来的时阵，伊会当凭这个，伊有想到有一个方式，会当讲知影这间店，唔免讲一间去找。一般的消费额还是在100-200块，然后如果又不能找零的话，我们还是希望说小面额的5倍券能够再比例再增加一些。其实配合5倍券，高雄市嘛宣布要加1000块，互5倍变6倍，请民众来高雄消费。地方政府甲民间拢推出优惠。市府表示，目前当咧甲商圈、夜市讨论，会甲资源整合才推出，希望甲钱留伫高雄。记者陈嘉文为做高雄报道。